散步了后，因为避着父母，感觉你咱来往，所以讲原来是大怀门风，将阮驱逐，唔肯互阮自由出门，毋是非常的可叹，所以头写一封信，通知哥哥，请你详细来读，自然明了阮的心情啊。离咱虽是暂时袂得见面，总是阮的心肝，无论如何也是同款无变。借着前日的誓言语，将心愿甲你同甜同苦，请告你接着这封信，15月呀，在照前地点，唔通失约呢。